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2026年嘅5月22號啊，大家睇新聞都知道，今日發生咗一個驚天嘅大新聞，就係中國證監會禁止內地客跨境炒股啊，點名呢個香港嘅富途、老虎同埋長橋證券違規啊。將會咧沒收佢哋全部嘅違法所得，同埋咧依法嚴厲懲處佢哋呢3間嘅證券行，包括咗富途、老虎同埋長橋證券啊。咁我哋睇個詳細新聞咧，就係我先唔講住對我哋香港客戶嘅影響。首先就係如果你嘅親戚朋友啊係內地客戶，即係佢哋揸住大陸身份證，咁佢哋咧算係呢個境內嘅持有人啊。咁佢哋作為呢個境內嘅持有人咧，所以就會受到中證監即係罰款同埋呢個清退佢哋喺富途、老虎、長橋證券所開嘅證券戶口入邊啲錢同埋股票啊。所以咧即係呢個咧，你一定要話俾你啲親戚朋友，如果佢哋開咗香港嘅券商喺內地嘅嗰個戶口啊，即係富途啊、老虎同埋長橋開咗佢個戶口之後咧，咁2年嘅時間之內咧就要清倉啦啊！咁就係話佢哋只可以沽貨啊，即係嗰啲如果你持有上述3間證券行嗰啲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只可以沽貨啊，或者係轉出資金啊，一係就沽晒清晒啲貨，一係就清晒啲資金啊，俾佢哋2年嘅時間過渡期啊，咁所以咧2年之內啊，你都唔可以再買入噶啦啊，即係唔可以再買入港股或者美股噶啦，只可以沽貨同埋轉出嘅資金嘅啫啊。咁我哋睇個富途咧，而家盤前跌得幾犀利啊！大家睇到咧，呢個係富途喺美國嗰邊上市嘅股價啦。咁佢上一日即係5月21號咧，收市個價係123蚊到嗰個美金一股啊。咁而家咧，大家睇到啦，盤前啊，咁就係跌咗差唔多50蚊，哇！真係好誇張啊，跌咗差唔多4成啊，39.45% 啊。咁而家我錄呢個節目嘅時間，而家係差唔多夜晚嘅8點鐘啊，跌4成。咁我諗咧，可能分分鐘跌腰斬都唔出奇啊！即係1、2、3咧就變咗，即係60蚊都唔出奇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又睇嗰個老虎證券啦。嗱，老虎證券咧，佢個英文名就係 Upfintech Holding Limited 啊。咁佢本身嘅股價上一日收市咧5個8毫4啊，咁而家又係跌差唔多4成啦。嗱，大家睇到咧，跌咗就係嗰個2個2啦，即係跌咗37.67啊，而家又調一調37.82啊，又係跌4成啊。咁我覺得開市之後啊，分分鐘又係腰斬啊，即係差唔多6蚊嘅股價咧跌到3蚊，或者甚至乎更低都唔出奇啊。睇咧就係之前啊，即係騰訊啊、螞蟻啊、拼多多啊，俾人罰咗幾多錢啊？就係因為違規嗰單事件啊。我哋都知道咧，騰訊之前咧就俾呢個中國相關嘅部門罰咗上百億嘅人民幣啊，好誇張啊，100幾億人民幣啊！你要賺幾多年嘅呢個嘅利潤啊，先至有咁多錢咧？呢個係2023年7月28號啊個事。咁我哋睇到而家騰訊嘅股價點啊？大家都知道咧，呢1年騰訊嘅股價啊，自從被天價罰款之後，呢1-2年啊，佢一路由最高700蚊左右啊，一路跌，即係差唔多腰斬啦，係咪？而家得400零蚊啊，今日收市咧已經跌到差唔多430零蚊啦，440啦，係咪？差唔多腰斬啦。跟住咧就係嗰個阿里巴巴啦，又係啦。嗱，阿里巴巴咧喺2021年4月嘅時候咧，遭到中國相關嘅部門重罰大概182億人民幣啊。咁就係佢2019年境內收入嘅4%啊。阿里即係一定要誠懇接受。所以咧，大家睇到阿里巴巴嘅股價點啊？呢1-2年一路都係喺
即係100蚊啊，即係最低嘅時候80幾蚊啦，我記得啊。咁啊100蚊至到84蚊之間浮浮沉沉啊，即係浮沉咗咁耐。咁所以我覺得咧，嗱呢一次咧就係呢3間證券行啊，包括咗香港嘅富途、老虎、長橋，咁佢哋一定會被重罰嘅。咁懲罰嘅金額咧就我哋可以參照呢個即係之前啱啱新鮮滾熱辣嘅拼多多啫嘛。咁拼多多俾人重罰咗15億人民幣啊，咁就係2026年4月19號，即係上個月嘅事啫嘛。即係大家仲記憶猶新。咁所以咧，我覺得呢3間嘅證券行咧一定會被重罰啊，而且係一間就會罰即係我哋可以參考拼多多，即係15億，即係肯定係億聲啦。咁大家即係估下到底會罰幾多億咧？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評論啊。好啦，咁富途、老虎、長橋喺香港全部有分享噶嘛？對我哋香港客戶有啲咩影響咧？未講之前咧，我要講一講即係有時啲風險咧，你估唔到嘅即係我覺得香港富途老虎長橋肯定會受到影響，不過我哋暫時仲未知受到啲咩影響。咁所以咧，我哋投資包括咗投資嘅證券行又好，投資嘅地點又好，一定要即係有一定嘅多元化咁所以咧，如果萬一遇到啲咩事咧，咁你可以轉身或者係你調倉或者係轉去第二間證券行咁我哋可以睇下咧，就係我本身咧我就有嗰個 IB 嘅即係盈透證券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做開我高級會員嘅我每個月嘅月頭咧都會分享上一月嗰個喺 IB 嘅持倉嘅所有嗰啲持倉名稱咧就會實時通報同埋展示自己真實交易賬單絕非嗰啲咧就係 Excel 股神，又話20零歲財務自由又話今日買咗幾千萬嘅 VOO 嘥氣啦，吹到上億都得啦，係咪？咁第二咧，大家都知道我本身有 First Trade 嘅戶口嘅咁所以咧，即係對於香港嘅客戶嚟講，你一定要開多2間嘅證券行，以防萬一即係萬一如果係香港嘅富途、老虎、長橋，你係本身係客戶嘅話，咁你就要平均分配啦即係如果當然即係錢有翻咁上下，你就要分配到去，譬如話 IB 或者係 First Trade 咁另外投資咧，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嗰啲股票咁大家睇到嗰個阿里嘅股價、騰訊嘅股價都知咩回事啦，一路向下噶嘛。但係你睇下人哋即係台積電啦，係咪？咁或者係美光啦，我前幾日先分享啫嘛。人哋係由200零蚊一路升到去700幾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一定要有嗰個危機意識咁呢次就係罰呢3間咁下次唔知罰幾多間，或者係下次邊啲股票就突然間冇得買賣啦咁大家一定要有個風險意識好啦，咁即係我呢排咧出咗好多高級會員嘅文章譬如話3416、3419美股嗰個 ETF 嘅對比咁我最近買咗好多嘅美股港股三星、海力士美光呢個我前2日先至啱公布啫嘛即係呢排又爆升啦。好啦，咁大家對於呢單嘢有啲咩嘅疑問，或者係有啲咩嘅問題咧，歡迎喺我嘅 YouTube 頻道留言我哋下次見，拜拜。